会客室妙音国学吧。今天要来到我们会客室的特别来宾，董厉害，大家就董厉害都很厉害，但这一个很厉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发电机、发天机之称哦。大家的电力有多强？我们赶快来欢迎殷晴。果然不一样，电力超强，请坐，呛头。这跟之前的你那一些同事来啊，比较不一样，你真的电力比较强一点。谢谢。真的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今天来到这里要秀的是客家话。没错。好，通常呢，人家问你是哪里人，会说你嘿哪边人，你是哪里人？然后我就会回答乃嘿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。那我如果问你说你嘿哪边人？台北。台北人的意思喽。那你出国啊，比方说要走秀啊，这么多国家，你最喜欢哪几个国家？我喜欢日本、日本，还有呢？法国、法国，还有呢？美国、美国，这3个国家你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殷琪呢学了客家话，你出国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客家话，因为到处都有客家人，可以把这些客家话跟大家分享。我要顺便教一些外国人客家话。那你要首先你这个日本、法国、日本、美国，对，这样子把它学会，你就可以教大家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安子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复习一下复习时间。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边人？你是哪边人？我是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。台北。日本，法国，美国，美國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本人客家，向下嚟講客家話。